各位觀眾老友記，今日要同大家講呢個故事，真係令人唏噓。一個勤力半生嘅日本工程師，手握千萬嘅退休金，本應該安享晚年，點知因為一段扭曲嘅關係，最後落得入獄16年嘅下場，仲害咗一個年輕女孩嘅生命。呢個男人叫做石川晃，今年57歲。佢嘅人生軌跡本來同好多日本上班族一樣平凡。大學畢業嘅佢入咗一間大公司做系統工程師，一做就做咗30年，幾十年如一日，朝九晚五，冇乜朋友，冇乜娛樂，連戀愛都幾乎係冇試過㗎。淨係30幾歲嘅時候，同個女仔拍過3個月拖，講白咗就係母胎單身近50年。呢種生活聽落去覺得孤獨又壓抑。2018年50歲嘅石川晃選擇咗提前退休，拎到公司俾嘅6000萬日元嘅退休金，咁都計翻有港幣大約300幾萬㗎，夠晒佢安享晚年。但問題就嚟啦，冇愛好，社交圈窄嘅佢呢，退休後日日無所事事，心裏面嘅空虛越嚟越大。但就喺呢個時候，佢開始透過網上嘅約會網站尋找援交嘅對象，最多嗰陣係同時同4個女仔係保持關係㗎，其中一個24歲嘅女仔徹底改變咗佢嘅人生。呢個女仔叫平林佐奈，藝名叫做星谷梨梨花，曾經係地下女子偶像團體嘅成員。所謂地下偶像就即係未出名，係啲細劇場搏殺嘅女孩，收入唔高，但有住呢個明星嘅夢。平林佐奈1歲半就冇咗媽媽，由老豆去湊大。讀過舞蹈學校啦，入過偶像團體，但因為人際關係嘅問題，唔夠1年就退團啦。身邊嘅人都話佢有住呢個害羞內向成日係紮住雙馬尾噶，都幾可愛嘅。大20歲之後就沉迷咗夜生活，就使咗好多錢，仲有自殘嘅行為。最後係被診斷出係有抑鬱症同埋 ADHD 噶。靚靚嘅偶像外表下，原來係藏住一顆迷茫又痛苦嘅心。就咁樣，2個年齡相差30幾歲，生活喺完全唔同嘅世界嘅人呢，喺網上相遇咗。石川晃一見到平林佐奈，就當佢係結婚嘅對象，為咗博佢開心，開始亂咁使錢啦。平時約會一次呢都使6到10萬 yen 㗎，大約係3到5千蚊港紙，都係常態。去迪士尼玩1個禮拜，直接就使咗100萬 yen，即係大約5萬蚊港紙。平林佐奈隨便一個理由要錢呢，佢一次俾咗呢係1000萬 yen，大約係50萬港紙仲將信用卡嘅附屬卡都係俾咗佢，咁樣揮霍，結果可想而知。短短半年6000萬 yen 嘅退休金就使晒啦，但平林佐奈嘅要求從來都冇停過。石川晃山窮水盡，開始賣走自己收藏多年嘅珍藏啦，仲向銀行係借咗係745萬日元啦，大約37萬嘅港紙而壓垮佢最後一根稻草係2023年2月2日嘅深夜出現。當晚喺東京嘅一間愛情旅館，平林佐奈又問佢拎30萬日元啦，大約係15000蚊港紙啦。仲對住身無分文嘅石川晃講：喂，你冇錢就去打工啦。呢句說話徹底引爆咗石川晃心入面嘅怒火同絕望。佢以為係認真交往，原來只係對方嘅人肉 ATM。情緒失控嘅佢拎出咗預備好嘅刀，向住平林佐奈嘅頸部連拮咗3刀。24歲嘅生命就咁樣結束咗。行兇之後，石川晃冇慌亂咁去周圍走，反而喺凌晨6點獨自離開旅館，身影嘅清晰被大門嘅監控拍低。
直到第二日嘅下晝，旅館嘅員工見間房遲遲未退房，聯絡唔到住客先報警。警方破門而入之後，喺房間嘅浴缸旁邊發現咗瀕臨座內全裸嘅遺體，頸部嘅傷口深可見骨，現場慘不忍睹。幾個鐘之後，石川晃喺自己嘅家中被捕。警方喺佢嘅書台嘅櫃桶入面揾出一把染有血跡嘅水果刀，正正就係作案嘅工具。案件喺開審嘅時候，法庭上嘅細節更加令人唏噓。石川晃全程低頭，當辯護嘅律師提到佢以結婚為前提嘅交往時，佢忍唔住啜泣。我以為佢係第一個肯接受我嘅人，我想同佢過下半世。但檢察官出示嘅證據顯示，瀕臨座內同其中有另外3名男性係有金錢往來噶。佢嘅手機備忘錄入面甚至將石川晃標注為大客 A， 從來都冇儲存過佢嘅全名噶。最終法院認定石川晃有預謀作案，因為事前有帶刀，手段殘忍，但考慮到案情係由情感欺詐引發，佢亦都係冇反抗去拘捕噶，如實係公認呢個罪狀所以判處期係有期徒刑16年判決一出，日本嘅網絡界就即刻係炸開咗鍋網友評論就分成咗3大派，有超過60%嘅網友將矛頭就指向日本嘅金錢戀愛文化，地下嘅偶像圈好多呢種援交轉交往嘅套路，男方以為買到真情，女方只係當佢係提款機，呢種扭曲嘅關係遲早會出事。亦都有20%嘅網友質疑個刑期係太輕奪走一條無辜嘅生命先坐16年監，等佢出獄嘅時候都仲未滿70歲，對死者同家人公平咩？仲有一部分嘅網友關注到兩人背後嘅社會問題，石川晃係日本孤獨死嘅潛在人群，瀕臨座內係偶像產業嘅犧牲品。呢個悲劇唔單止係兩個人嘅錯，其實呢個慘劇從一開始就注定咗結局。石川晃用30年嘅孤獨換嚟嘅退休金，以為可以買到被愛嘅感覺，但係唔記得咗真愛從來都唔係交易品。佢將自己嘅情感需求全部綁喺一個年輕嘅女子身上，就好似將所有嘅雞蛋放喺一個籃度，一旦個籃跌咗，就連翻身嘅機會都冇。而瀕臨座內用青春同外貌換金錢，將抑鬱症帶嚟嘅痛苦轉化對物質嘅貪婪，最後跌落自己挖嘅陷阱。呢件事亦都戳中咗日本社會嘅痛點。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嘅數據，日本50歲以上嘅單身人士超過1800萬，其中30%係同石川晃一樣社交隔絕，退休後極容易係陷入情感嘅空虛。而地下偶像產業入面每年都有超過2000個女孩因為賺錢快而入行，最後被金錢慾望吞噬。就好似日本社會學教授齊藤孝講嘅，呢個悲劇唔係偶然發生，係孤獨嘅個體同扭曲嘅產業撞埋一齊嘅必然結果。最後想同大家分享嘅係，無論身處邊個地方，情感嘅關係都建立喺個平等嘅尊重之上，唔好試圖用金錢去填補孤獨。錢可以買到陪伴，但係買唔到真心。亦唔好用青春去兌換物質，青春會消逝，物質填唔滿內心嘅空洞。法庭上，石川晃向瀕臨座內嘅老豆深深鞠躬，我剝奪咗佢嘅未來，呢份罪過我孭一世，但道歉再誠懇都換翻24歲嘅生命，亦都贖唔清自己16年嘅監獄時光。
呢個血淋淋嘅教訓值得每一個人去銘記。人生嘅每一個選擇都有代價，有啲錯真係一次都唔可以犯。